平安哈！我们一起看204首《无限的爱》，无限的疼。这些老歌啦哈，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林合成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头顶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头顶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阮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咱搁一遍对头，主你是我的生命，咱做伙来吟。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头顶行。咱甲主讲，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头顶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阮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咱这位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生命，你是阮伫风雨中，甲阮斗阵行的主宰。主啊，阮要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每一摆伫祈祷中，拢会当体会到上帝你甲阮三角地地的生命。愿上帝你一直甲阮三角同在，引带阮行你爱阮行的路。求上帝你帮助阮，常常地感谢主你的恩典，互阮着常常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主你。阮相信，阮要大声伫众人的面头前，甲人讲，阮是主你的学生，阮是主你的儿女，是何等福气的人。
感谢俄勒主，愿上帝你将满满的疼赏赐给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第20页哈，第20页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哈互咱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去明白、去了解，到底要安怎样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相信咱伫搁较侪机会，即马牧师有观察到讲，其实咱伫礼拜日吼，看这个兄弟姊妹这个互动的关系哈，有一些慢慢有一些转变啦哈，就是我们有更细腻。也有更留意自己的一些细节工作哈。那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哈。那我们这个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谈的是新家人关怀如何帮助他们敞开心。我觉得敞开心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敞开心哦，你怎么传福音给他？好，你说要陪他看圣经，他也不会想要跟你看圣经。你要跟他祷告，他也很难跟你祷告。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敞开心非常重要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5点哈。我们今天第5点来谈论说，若是可以的话，是与新家人的家人建立关系。我问咱吼，咱看咱的兄弟姊妹亲人捌偌济？你知影伊亲人的名无？无来教会哦。我常常爱回忆，我若记得一个会友的名，我拢会想要去了解因厝里的人的名，然后甲伊记录伫我的联络本、记事，就是讲联络簿。好，就是讲我若敲电话这个人，我就先说看一下伊厝里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小弟呢？为什么咱将来会希望讲咱有哪个先说记厝里的人的名？对，好，就是讲，咱咧关心会友的中间，咱大部分的是讲放伫我捌的会友，但是咱以往我们比较少会去留意到，我们顺便关心他的家人这个是最少、最难，而且也是最常被忽略的。所以，其实新家人的工作其实不是只有对待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刚来的。譬如说，为什么牧师会特别感触那么深最近这个我们有一位弟兄叫黄志明，对不对？好，你们真奇妙哦！伊的妈妈是牧师讲，伊伫拍球的协会内底球的会长哦。足奇妙，伊就是这个志明兄的长母嘛，伊的长母啦。所以我就觉得那拄好，所以关系你知道吗？牧师公跟牧师妈阮爸爸妈妈因跟志明兄的迄个关系就很快速的加速了，很快速加温了。所以其实牧师我非常鼓励各位，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教会来，或者是说在我们彼此谈话之间是敞开的。所以神很奇妙神他要用的人他会特别先从我们家人当中，然后让我们开始去做敞开的工作。所以我过去我哪里看？为什么我过去咧看牧师娘阮做牧者的人阮若不是教会咧牧会，阮知影要安怎做得好。阮第一项代志就是我先带我的太太安怎去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在想，这个工作难道只有牧师该做吗？因为我想让安尼讲，我过去伫教会咧牧会中间，有会友讲牧师牧师娘是倒一个，我哪拢唔捌我讲牧师娘都伊咱会当主动去找伊牧师娘，咱百几个人、300几个人我无法当大家拢熟悉啦。有人就讲你牧师娘，你安尼看起来拢安尼点点唔讲话。我讲唔是我过去我之前迄间教会袂呢，我牧师娘是足自在的呢，嘛跟人会友拢关系拢袂歹呢。所以为什么只有这个差别？咱来思考看卖。我捌去过2间，2间教会有2款的无相款的会友的感受无同款。请问是牧师娘原生的问题，还是会友的问题较济？通常是啥？通常是教会文化。了解我的意思吧？传统的教会
以往咧感觉讲牧师甲牧师娘就是爱主动，较主动的，因为牧师你是牧师，因为你是牧师娘，因为你有一个职分。但是我就咧想讲，啊，基督徒咧，基督徒要不要？需不需要？需要。基督徒如果不懂得如何把上帝给你的爱，甚至你有一颗愿意与人亲近的心，我觉得往往一间教会它很难做到传福音的工作。光内耗了，那叫内耗，内耗就会杀死一片的会友了，而且那个会友后一个一个老了，一个一个离开了，这间教会就慢慢没落。所以我一直在想讲，当我真做一个牧者，我在讲道，我除了教导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里面，到底他谈论到了多少有关福音是背后是旁边的人群的关系啊？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咱通常咧看圣经吼，拢大部分是这段圣经在咧对我讲啥较多，对不？也是这话我想要来跟你讲啥。但是其实咱爱去思考看圣经，爱看伊背景甲边仔人的反应，你会了解到讲哦，原来福音的物件会当帮助我身躯边，包括我边仔人要安怎当罪受的造就哦。好，咱今日这会来看一段圣经站哈，《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16章31节就特别谈论到有关好这个谈论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与新家人的家人建立关系哈？16章31节，好，有很对无？很对哈。咱先做位看25章哈。咱知影这段圣经在是啥物？是保罗甲西拉伊伫坐监的中间有无？因做伙祈祷25节，保罗甲西拉伫祈祷中间唱歌讹了上帝有无？然后这个关家这个啥众囚犯吼，就伫遐咧听，啊忽然间吼就地动，家落就安那地基就摇动，家门就安那开开，吼啊正这罪人吼，互掠的吼，拢安那拢开开吼，啊这关这罪人的罪人的这兵啊吼，伊看见讲这家落就开开吼，因为这罪人吼，当啊惊伊讲伊会走去啊，伊就安怎？伊讲哇嘿啦！啊，这我做重啊呢，我顾家落的吼，顾家落规个开起来，你要安怎办？伊就准备要摕刀啊自杀啦。保罗就大声28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就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就把他们带出来公上2位先生，我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说了：“当信主耶稣。”注意这个士兵以及讲我应当怎样才能得救，对不对？可是保罗跟希拉说什么？他们说：“当信主耶稣。”然后他说什么？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要问咱通常拢会 focus 专注伫倒位，在看咱的信徒。看咱的信徒有读经无？有祈祷无？有跟咱的关系有好的灵修生活关系互动无？对无？但是咱足少咧去探讨，咱关心咱的会友，包含咱熟悉的人，伊的厝人的代志啦。了解我的意思无？迄家内事，人的家内事，唔通共相插啊。了解我的意思无？可是我问你保罗、希拉为什么他们会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要得救？他不是说你可以得救，因为士兵是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可是保罗说，你不仅要得救，你和你的全家也要得救。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在属灵、在灵福音里面的那个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远程的目标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在观看圣经的信徒一定要去明白。我跟你讲神很奇妙。这个最近我们要好好为赎会长老祷告。当神要用人用我们的时候神他如何改变你，甚至是改变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经历我们要去体会。为什么保罗跟希拉他是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约书亚记第2章
旧约哈，创出利民生约书亚哈，约书亚记第2章，这段是这个探子哈，探子去这个亚里哥城哈，拄到一个基路对无？好，伫迄过程的中间，好，这个探子好，伊安怎在看这个基路对话，这个查某人的对话哈，咱看18节到19节，看一下。第2章，好，我们先看12节。咱怎样好？我们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妓女，她为了要救谁？救这2个探子，对不对？所以呢，她在跟他们对话了。可是我们看第几节？第12节，哈。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这个我就是那个妓女哈，那个女人。好，我既然这样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你来救抓哦，你来恩待阮兜哦，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哦，好，给我一个实际的证据哦，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哦。为什么伊安尼？为什么这查某人会安尼讲？为什么？咱看第8节，我们看第8节，2人还没有躺卧，一交后音嘛，交台音嘛，对不？好，2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什么？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哦，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我讲这个查某人哦，伊足惊哦，因为伊知影这个局势不妙了。你们的神哦是非常伟大的神，所以呢，你们进到我这个地方，拜托哦，我今麦好宽待你哦，你要救阮全家哦。好，咱今麦甲掀转来后边18节到19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从17节好了，2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这个窗户上面，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你要注意哦，你若爱我的族群会当救恁的话，我的上帝要救恁的话，你得爱挂恁兜的人，拢得爱安尼做哦。好，第19节。凡出了你们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像你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在传福音哈，我们在教会在关心弟兄姐妹哈，有没有像这2个探子一样？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待自己的灵性生命，希不希望得救？有些弟兄姐妹或许他知道他想要得救，他也知道他自己会得救，甚至有些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得救，甚至有些人他们也期待他的家人得救，可是他们不敢讲，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知道吗？牧师一直在祷告中，一直期待我们要好好的把教会对焦在传福音上面。因为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没有去传递福音，我们如果没有按照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本质面的时候，其实这故事对咱来看，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了，了解哈？所以我们知道哈，你看这2个探子，他们辛苦了，他从这个妓女身上，他是多么渴望能够得救，甚至是希望他全家得救。所以我们要时常去想，当有一个像这个礼拜日志明兄他说他要转会籍，我就每一次只要他们要入会籍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邀请你的家人一起来。我觉得他是有果效的。为什么果效？要让他的家人看见，而且我要跟这个转籍的人，你的生命要有转变哦。你的家人要来，他一定要看见你生命有没有什么转变哦。所以，当你把这个放在你的心中，
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把奇妙的事情放在你的家庭里面。所以我这个礼拜我看到这个定恩他在找那个钟璇我说钟璇，定恩他来找你聊很多，他在聊什么？他就说，因为他想要学电吉他。我说哇，不错。然后礼拜六他也有来参加华语礼拜。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他在家里面，他在很多的生命里面，他时常从神的话语、从福音的本质里面看见，他如果要让他的家人能够认识这个福音，他必须要先从他生命里面开始有转变，否则他的家人绝对不会跟的啦。这是正常的欢迎啦。所以牧师爱期待咱咱伫教会咧做工咱爱记得，咱爱想讲咱做的工跟福音有关系无？第一项，咱服侍上帝是目的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教也你用拿定吗？或是你是想要去将这个恩典去甲分享出去，给更较多人，包含你的厝邻的人，拢会当得到福分。所以我相信，咱拢是将每一个咱所要传的对象，当作咱亲像咱的亲人。但是牧师更加期待，就是咱爱对咱的厝邻、对家庭开始，因为教会人第一个行人一定去到教会，拢会先看咱家己本身啦，看咱家己本身。我最近我拢开始咧学习甲牧师娘咧认罪悔改一项代志，就是唔通对囝歹，唔通对囝儿歹。因为我拢想从要安怎教，要安怎教，要安怎，但是你教的中间拢用歹，无好的方法。后来我看见囡仔伊的一日甲一日因的个性愈来愈歹的时阵，我讲主啊，灵命远，我们要开始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发现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泽恩6点半就可以接了。他的心情他开始不一样，而且他开始穆恩也好，宇恩也好，泽恩也好，他们就互相影响。所以我感觉讲咱教会咱兄弟姊妹咱来开始形塑一个好的文化，这就是要安怎让福音在咱的内底，要安怎让咱带来生命改变的果效，然后还可以当安怎影响咱厝里的人。安尼我相信咱就已经备办好啊。当咱要去传福音，什么人也来互咱拄着，咱拢有足水的迄个笑容，那个脸上就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不是你疲累的，而是就算你很疲累，你也很喜乐。你服侍也会很有power，很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边他说第19节约书亚记第2章19节说，他说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你看这两个探子嘛，把这个女人交代你想要救恁家但是恁厝里的人有的搞不好伊无拄要互你救但是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就爱明确，你也爱甲因讲你若是走出你个街仔路迄是我无法度甲你救因为我无法度认定到底迄是不是你的亲人啊？爱了解我意思？所以我问你，我要问各位，你的家人，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即便我们的家人已经成年了，我要告诉你，我们都有责任。每次那个牧师跟同工，我们去到那个，不管是红兰街有无？因厝里嘛是有一对后生查囝嘛，对不？每一个只要你的家人没有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都要一起齐心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引导他们，唯有上帝可以救他们。我们都只是过客。我都觉得，就连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会不会在50几岁会不会得了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呢。没有人可以把握住你的生命可以活到几岁呢？可是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段，好好去传福音，我觉得神会给我们非常丰盛的恩典。所以我记得我牧师要做一个见证，是我记得牧师才刚到大桥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机会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去看说沉默弟兄好像讲话不是很 OK， 好虚虚假假，到底是真还是假？那我也会这么想。有些时候听弟兄姐妹，我还不是跟他很熟，我也是会有这种认知。可是当他患病之后呢，
2018年他得了癌症，然后到那时候我只有跟神求一件事：神啊，我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你的羊群，我要用你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位到你仆人面前，甚至到你面前的上帝你的儿女。我期待就是为他祷告，然后让他有机会认识你，让你来亲自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建堂他卖那个画我记得他从几千块开始卖，这好像是3000，好像蛮多的哦。一开始卖很贵啦卖到最后前阵子他跟我讲说，牧师，我现在钱都不收了，我完全都奉献。你知道，那看到是一个人的生命，他会去有所为自己，到最后是完全。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在上帝面前，我觉得上帝会是喜悦的。所以你看，2018年医生宣布他3个月就可能要离开世上，这是医生的宣布啊。可是他到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真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看到每一次，我只要在病床看到人的生命，如果他没有足够靠主坚强的意志，甚至倚靠神的信心的时候，很快那是很软弱的。人的信心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呢，女人就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身上系在这个窗户上。所以我们知道这整件事情呢，我们看24节。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所以我觉得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是用我们的人的眼光去看待不可能的事情，懂不懂？我们要去看那个神所要看的，而且是会成就的事。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我们刚刚谈到说，若是可以，我们必须要与新家人的家人建立关系啦。我觉得新家人学校的训练工作，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关心这个新的家人，我们连他的家人都要关心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赎会长老他正在做这个1919，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我觉得每一通电话你一定都时常会问到说他的家人他要跟谁住，然后怎么样，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他的问题不是只有他这个人身上，你一定要从他的家人很多细节去探讨到他的生命需要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如果你能够认识到一个人他的背后他的家人的状况，我要告诉你，你会更认识这个新家人。你从他的家人当中，你会看见你更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也期待我们好好去认识好，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说，福音信仰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个人，但是我是觉得我们都知道这个福音好像是个人，别人是不能取代的每当初代，但是一个人的信心却是可以带动全家人相信的。我不晓得你们相不相信这个？一个人的信心一个人的信心常常会带动全家人相信。我觉得这个是要考验我们。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要只有单纯在教会里面享受神的恩典，然后了解上帝救了你而已。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习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在做的传福音工作，就是在服侍神。所以我觉得服侍神不单单只是做教会那种一些事情，然后交代你做什么，我觉得那都其次。那些工作你只要有心有时间到位了，自然就可以做了。可是我觉得传福音是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传福音却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关系上的建立，当我们领受这份信仰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基督徒要考验是从祷告中去看你的信心如何倚靠神，然后为你的生命带来行动力，去传递福音，为主做工。所以我觉得一生都是这样，认识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好，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再举个例子这个我这几天也在灵修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知道路德有没有？路德他的
拿俄米也婆婆对吧？伊玛西安诺那个信仰不是他的啊，可是他因为怎么样？他因为持守，他不会因为说，因为那是我婆婆的信仰，而我就不信了，他就学习相信。所以你要知道哈，路德他不仅领受这份祝福，他也要将这份祝福怎么样持守下来。所以我觉得哈，咱来好好啊帮助咱的信徒每一个人，好好去认识他的福音所得着的感受，甚至生命的转变是什么。我们要去认识这个。所以哈，这拜12月3号，我们有3位弟兄姐妹要入籍啊哈，我们要好好为美英姐祷告。好，我们要为这个美珍还有志明兄啊，牧师就告诉他们哈，你们要入籍，牧师一定要希望你们要预备写一篇见证，这篇见证你们是要预备心的，而且呢，你们要在祷告当中，然后你们要写完让牧师看。好，那我觉得他们都说 OK 没问题，而且他们真的都有写哦。好，但是美英我还不知道啦哈，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但是我是觉得他们都是有预备心的，甚至我私下也都会跟他们谈，你们有没有在灵修，然后有没有在祷告。好，这几个动作一定要去做检视了。所以咱要讲招人工来入会前哦，你一定要去给检视一下哦。说兄弟啊，你敢有咧灵修，有咧祈祷无？哦，这个代志你忙无讲，你就个招哦，你袂使哦。好，安尼较无，安尼较无彩。因为我过去牧师嘛有做过这的代志，就是入会籍搁讲说咧。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信仰，他的根基都不稳固，所以导致他的信仰上面就很容易跌倒。然后我也觉得说很可惜，那我也有责任。所以后来牧师转变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整体教会在陪伴、在牧养上面，是全部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帮忙，然后来协助，好，不是单纯牧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帮助了哈。所以也谢谢每一位同工，你们在私下都会给他们做很好的帮助跟引导。所以我们都很感谢神哦。像现在重雄小组，我们也有得到老师弟兄哦，这个在圣经上经文上面很好的根基。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如果我们还没有参加小组的，一定要回来，赶快来参加小组。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老师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做很好圣经的教导，甚至不是随便乱讲的，这是真的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这个牧师也很期待。那未来未来牧师也更期待说，我们如何在传福音上面带领每一位新家人，让他们学习从读经，然后我们从陪伴工作。好，那个会后我再找机会跟我们同工分享这一点。好，第6点，我们今天看到第6点就好。我们看第6点记住他的一些纪念日，并与他一起庆祝和安慰。你觉得纪念日好不好？纪念日通常讲耶稣记耶稣就好，忘记人的生日啦，记人的生日要创啥？但是你感觉想到伫遮以前要安尼我跟你讲，主耶稣主耶稣他有没有参加？他参加丧礼还是婚礼？圣经里面参加一场婚礼嘛，对不对？加纳的婚礼，对不对？吃水很久嘛，可是他也有参加丧礼嘛，对不对？那你说婚礼不就是人家欢乐的时候吗？那丧礼呢，也是人好像要离开伤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单只记住上帝的国的事情而已，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他也需要我们给他一些 care。我今天牧师娘突然间跟我说，因为我已经接责任回来了，然后我看到牧师娘就问我说：“责任接了没？”我说：“我忘记了。”其实责任我已经接回来。我说故意一下，那个撒娇一下，开玩笑一下。牧师长说：“你都只知道工作啦，都没有记得我在干嘛啦。我很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是上帝的。可是我们在跟家人的互动上面有些时候是要非常有艺术你要懂得怎么做陪伴。你要怎么样能够，就好像牧师很喜欢，以前都很喜欢靠周末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去钓鱼抓鱼，因为我就为了要补足我家里的渔获量，所以我放假时间我
没有在休息，我几乎都在捕鱼货量。好，可是牧师长就会说：“你给他卖个俩鱼啊，你喝喝啊，不会玩，好不好？”你知道吗？这个声音出来之后啊，每次我去钓鱼抓鱼哦，我近2-3个礼拜哦，抓不到鱼哦，很奇妙哦。我之前你有没有听牧师讲过？我每次抓都是大丰收，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时候，神在让我们什么时阵有伊的时呀？不是讲袂使做哦，是什么时阵有伊的时呀？所以上帝拢是咧甲咱，互咱了解讲，咱着爱顺着圣神咧甲咱讲话。咱伫基督中，咱甲上帝关系，其实上帝是做弹性的。上帝是非常爱我们的，不是很死的。上帝爱我们的心就是非常有弹性，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是会带出很不一样的果效。所以我是觉得说，像我们之前我们在谈论说，哇，这些学生他们这样的叛逆行为如何，你知道吗？我们经过了快1年了吧，对不对？快1年了。现在这些孩子每一个礼拜二，我不担心，因为他们礼拜二时间到了，他们自然就来了，而且他们自己就开始煮饭了，而且就是7-8个哦，是7-8个学生哦，而且他们知道哦，礼拜二3个人跑出去也是在那边抽烟，然后我就出去告诉他们，Hello， 牧师上次有说你们要抽烟要去那个停车场。知道你们现在要戒掉比较难啊，他们就说不好意思，牧师我忘记了。他们说不好意思，牧师我忘记了，跟之前是那一种不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吗？那个关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你知道后来我想到一个，我说神啊，他给了我一个智慧，因为他们就在这个对面这个俩连的门卡靠，我就顺便跟那位弟兄说，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是中辍，有一些孩子他们没有念书，他们现在刚来教会没多久，所以你在结婚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你主动跟他讲你们牧师有交代哦，要抽烟去那边抽烟哦，这个是不是一个教导？是。第二个，这是帮助他们去理解我们在做什么。第三个，让他踏出去，勇敢的去对下一代的社会青年有互动。我觉得福音就是这么宝贵，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要学习像耶稣一样，他不是只有对愿意跟随他的人传福音传道。耶稣基督他是对所有的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是法利赛人什么人，他都愿意。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要有这种开阔的心胸。所以你说他有值得需要庆祝的时候，你都不去，结果他人要挂了要走了，你才要去参加嘛？你懂我意思吗？他如果想要跟你一起去拍照，你陪他。所以我很欣赏淑慧长老，他很喜欢拍照，很喜欢一些大自然。我们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出去踏青。我觉得很鼓励各位，我们要勇敢的去做不同的尝试。我觉得会让我们的教会非常多元，而且会让人觉得说福音不是很死的。所以用这几点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寡妇的儿子有没有这个雅鲁的女儿有没有？管会堂的雅鲁女儿对不对？拉撒路死人，这些都是死人复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不仅是跟同哀哭的同哀哭，也跟同喜乐的同喜乐。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有活泼的能量不要太死板了，我们能学死板，所以我会记得这较早牧师我妈妈都会讲咖啡，教会唔通去啉咖啡啊，安怎？今嘛无，伊今嘛我牧师我妈妈讲咖啡唔通上啉伊嘛袂讲安怎慢慢人就习惯了，久了就不会了。所以我觉得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做教导，然后去形塑一个好的文化好。我们可以要继续看下去吗？可是好，我们先到这边牧师也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特别为这个我觉得很感谢神，这个杨明姐我们的杨明姐真的是有很多奇妙的改变那我觉得我也感谢神在私下
跟这个同工在聊的当中也看见说，其实我们只要抓住那个对的事情然后去做教导陪伴，然后去做引导，然后神真的会很爱我们。虽然一开始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又来了，可是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教导的果效已经开始，神的话、神的感动不断的在帮助他，让他回到那个正确的轨道上面。所以我是觉得说，鼓励大家在教会里面，当说的话一定要说，记得牧师教导各位从哪里开始？从礼貌开始做起，真的要从礼貌开始做起。其实礼貌做简单，但是不容易。你像阮囝做忝啊，回来礼拜那个叔叔然后他就按电梯也准备上去。人很习惯，因为现在的环境生活疲累，他很容易就会忘记该有的礼貌。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说教会里面最基本的就是礼貌，而且礼貌是不是福音？礼貌是福音啊，而且礼貌就是让人看到基督徒是有礼貌的啊。所以我觉得礼貌是一种福音。所以牧师真的很鼓励各位，我们要好好去教导，从打招呼开始，遇到人学习打招呼，学习打招呼很重要。那我们看到年轻人，我们看到社会青年，我们的教会年轻人，我们都要鼓励他们。看到牧长，看到弟兄姐妹，要学习。我们试着就跟他介绍，这个是谁？好，下次看到他你要打招呼。我拢安尼教阮囝，这是什么人？嘛做趣味我之前讲小婆婆啊，秀珍长我唔能叫小，讲个小婆开玩笑。可是我觉得就是让我的孩子，让他有一种很好亲近。牧师娘他就会教导说，小淑芳、大淑芳，还有大小婆，他是叫什么婆婆？1号婆婆、2号婆婆，这是你跟他教的嘛，对不对？他们就记得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先从像现在我们的青少年都刚进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开始学习鼓励他们，教导他们如何做有礼貌的孩子。未来他们出社会，人家第一点一定先看他有没有礼貌了。只要一有礼貌，我跟你讲，就算要面试做什么事，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礼貌了，先帮你加分了啦。所以这个很重要啦。不管他能力如何，我觉得礼貌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牧师也期待各位，当我们出去要跟人家传福音、介绍耶稣，不就是礼貌先开始吗？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分享过，那时候那个基督精兵协会台省然后他们就带着我们大学生，就要我们去这个新竹市的这街仔路边就一户可以更新就去分一个人一户，然后边仔带一个朋友，你若这户是你讲，就这户就在边仔安静的为你祷告，然后我就有迄人伫咧无用的阿桑，大行环境你都有拄到，甚至冷眼相看，给你拒绝都有。可是你就是要保持着有礼貌。他的教导就很简单，不管怎样，你就是有礼貌。第二个，把更新发出去。所以目标很简单，有礼貌，把更新发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们慢慢的学习，我们学习包含圣诞节也快到了。未来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在12月24号，在礼拜天，我们要用礼拜天的晚上5点，我们5点到6点，5点半到6点半，我们要用餐，然后用完餐6点45我们就说完了，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跟预备，我们要一起出去报佳音。12月24号刚好是礼拜天，所以礼拜天也刚好是大家教会弟兄姐妹最有空的时候。以前都是在周间所以时间不好瞧，都是年轻人，然后跟大学生他们自己出去。我不是人少较好管制交通跟安全，人多危险。为什么？因为人多我有一个经验，人只要一多的时阵，我那时候他们大学生。超过20个会发生什么代志？你知？头前咧画后壁，后壁咧画头前较慢的，结果重点拢无伫传报佳音，足可惜。所以，对，咱就是要安尼分配。
但是咱迄刚咱开会咱冇讲，因为咱有揽到迄个较少年的，会安怎呢？有可能会安怎？少年的会行较紧，老的行较慢，你了解无？所以呢，伫迄过程当中当然有好有坏，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可以再讨论看看好，所以我们为几件事情祷告为我们的教会能够领受到今天我们学习到如何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仅是建立良好的关系，也能够传递一个真实的福音关系，是连他的家人都要带领他们来信主，好得着这个救恩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期待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要常常去提醒为他的家人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猫咪郎您儿子女儿这几天、这几个月、这几天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好，然后我们一起来为他能够认识这个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来祷告。来，我们一起学习讲一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耶稣基督，教导带领我们的家人认识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好不好？敢不敢讲？认识耶稣基督的意思一下，对不对？你的囝，你厝里的人伊唔捌，你得爱做一个像牧者的角色，给伊介绍圣经里面的耶稣啦。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传福音唔是讲咱该带来教会，咱等待伊安怎，唔是都唔是，就简单的。咱来讲，为着咱的小组员，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唤起他们对于自己可以对自己的家人传福音、传耶稣基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像我现在我的孩子，他们说真的，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他牧师的儿子、孩子，他就是信主的人，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知道可是我每一天只要吃饭做什么事情，只要想到他们的行为举止，我就想到圣经节哪一段故事，就顺便跟他讲这就是传福音所以咱爱互咱的信徒，第一，因若唔捌要安怎传，就是因唔捌要安怎读圣经。所以咱爱互咱的信徒做伙咱的群主咱敢会当咱做伙来这礼拜，咱来读到一段圣经在，咱读了来分享你的感想，因为当他有去读，他有一个范围，然后他有一个感想的分享，你觉得他有没有实践的读圣经？有。第二个，他有去想过。第三个，下一次他不是只有在小组里面谈，他已经内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下一次只要他要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他的朋友是类似像圣经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怎么鼓励他，就是讲这个故事给他听了。所以那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我觉得任何的门徒训练倒不如我们为什么要看圣经，就是要回到那个热情，他在讲的东西是怎么跟圣经做结合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纪念他的纪念日第一个，你跟他的关系我记得我大学同学有一个朋友，我很难跟他传道福音，很可惜，是因为我不懂为什么。他都记得我的生日，可是我只记得在教会什么节日。他说：“委员，你无猜你讲你要做牧师，我把你的生日记刚记条条，你拢无搞我记我的生日。”他那一句话我都很难过，我到现在都记得。所以我看这句话，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在我们身边的人，多少时候我们何曾去关注到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我们陪伴。当那个关系只要 match 到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就等着要问你：你可以跟我分享耶稣吗？你可以跟我介绍你所认识的耶稣吗？那关系就有了。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当那个关系存在的时候，传福音不再是难事。只要关系不存在，要传福音，你再怎么祷告也非常难。所以你再怎么读经也非常难。好，所以牧师简单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这两个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更多愿意在福音里面去真实领受救恩，甚至能够把这份救恩带到自己的家庭里面。也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能够时常在祷告里面，会当伫祈祷中去求上帝来护掉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会当尽咱的本分，完成迄个大使命工作，就是爱去传福音。求上帝赐福咱做伙同心，做伙来开声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需要求讨，求讨你的灵充满阮的心。阮知主耶稣托付互阮的使命，就是将福音来传扬出去。阮知有侪人袂捌主，至到伫因的生命灵魂需要拯救的时，因毋知要找什么人。主啊，你是创造阮生命的主宰，愿上帝你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互阮的时，是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是有主的疼，有主的救恩，互阮的心伫患难中，阮嘛要刚强壮大，有平安的气力来向前迈进。感谢俄罗主，你将你的话来放伫阮逐人的心内，也帮助阮、护掉阮、引带阮，诚做为主你来传扬福音的勇士，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赐福阮，常常会当伫你的话语中来明白上帝你所护掉阮的使命工作。你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阮的主上帝，感谢你将平安赏赐互阮。当阮看见阮的福音，阮所领捌、所领受的福音，是毋但要救阮的生命，搁较要紧，嘛要救阮身躯边的亲人甲朋友。即款的异象的事，阮知，阮还有真长的路需要行，阮还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目标需要去完成。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怜悯阮，帮助阮，互阮学习每一摆读经、祈祷、认捌主你的时，阮的生命会当拿来拿亲像耶稣，明白主上帝你所托付阮的生命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互信靠主你的人来得到救。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阮知世间有侪邪恶，有侪魔鬼撒旦所互人的引诱甲束缚，互人至到无法度通做生命要紧的事，去祝福人，去分享。主啊，求你怜悯阮，互阮学习会当人传，会当去传真实，会当救人的福音，也互人的生命因为安尼来得到永驻。阮相信，当阮期待阮的家庭受祝福，阮期待阮的社会国家受祝福，阮需要传扬福音，互更较侪人来认捌这个救主的上帝。因为上帝你是掌管万项事，你是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阮相信，阮的确着抓掉这个应允，就是会当受主你的呼召，来好好保养主你的福音。也愿上帝你赐福伫阮的教会，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毋但伫你的会中来认捌主，领受这个福音，嘛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气力甲力量，常常读经祈祷，甲主你毋但建立好的关系，嘛求上帝你将美好的福音放伫因的生命中间，互因明白因的家人每一个亲人朋友要阁需要这个福音，互因学习去传，学习去做你欢喜的事。求上帝你互阮学习对焦，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来荣神益人。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谢谢各位。我们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8点半到9点，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领受学习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课程。我们接下来会尽快了牧师会用快一点的速度圣经节可能会稍微把它简短一点不会太多。因为我们原本是说要2个月还是1个月就要完成但是好像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我们更细腻，把每一个重点探讨到更精髓、更重要的那个精髓里面这样我感觉那开始真正得到帮助。